跟住咧介紹呢系列咧就係幫大家咧拯救頭髮同埋做手術嘅，幫大家啲頭髮。嗱呢系列咧特別好啱一啲咧嘅頭髮咧嘅掃把尾啦，跟住同埋漂完頭髮鞋霎霎嘅朋友仔啦，或者係已經係傷到救好難救嘅朋友仔嘅髮質咧，就要留意呢一套嘅系列啦。嗱，第一個咧就係呢一個嘅第一黃金嘅髮帽，佢係一個帽嚟嘅，好方便，佢係用一次15分鐘咧可以 keep 到啲頭髮咧7日。呢一個咁佢係一頂帽咁樣㗎，只需要喺屋企1個禮拜用2次咧，紮起啲頭髮，跟住按摩揸佢嘅精華落啲髮芯度咧，咁就 OK 㗎啦。咁第二咧就係呢一個佢哋公司咧就係最暢銷嘅康康髮尾油。咁啊呢一個咧適合每一日咧半乾濕頭髮搽喺啲髮尾度吹乾佢就 OK 㗎啦。王牌產品，銷量第一，仲要咧係買2支咧送多1個髮膜俾大家。跟住之後呢2個咧就係孖寶嚟嘅，就係幫頭髮咧做手術嘅。咁呢一個紅色，呢一個粉紅色咧特別好啱一啲漂完嘅朋友仔啊，因為漂完嘅頭髮仔咧，漂完頭髮嘅朋友仔咧，啲頭髮係佢會好幼啦、好軟啦、好傷嘅。咁呢個咧佢係 pH 3.3嗰個酸鹼值，咁可以幫我哋拯救一啲咧受損嘅髮質嘅。咁你可以配合呢一個1分鐘黃金嘅 mask 咧，卡啦咁樣用，1個禮拜用2次啦。咁呢一個咧係可以適合咧日日用，當佢護髮素咁樣用都 OK 嘅。咁佢都係非常之性價比高，全部咧都係好平。好似呢一個嘅粉紅色啦，原價係210蚊，我哋直播價咧，如果第2支咧只需要係100蚊，係啦。咁好似呢一個啦，第2支又係咧買2支，第2支只需要100蚊，同埋佢入面用嘅成分咧，全部都係冇防腐劑啦，咁同埋全天然啦，孕婦咧都啱用，大家都可以買嚟試下拯救你一啲受損嘅髮質嘅。